记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北市中山区的精华地段，有一间徛街甲商业的混合大楼，有住户是来投诉着这栋大楼的管理员，讲管理员一家伙啊，就住伫这大楼上尾楼阁起的铁皮厝，安全梯拢是囤因兜的物件，讲因拢无付任何的厝租，煞来创入着管委会向住户来收管理费，所收的管理费嘛无用来维护大楼。上憾的是，这栋大楼的住户，大家招来成立管委会了后，阁互这个管理员各讲伪造文书。咱的记者实地找到这个管理员，伊讲伊住伫这个所在，伫要30栋咯，一直拢有纳厝税。若针对其他的争议，伊就无愿意来回应咯。二楼尾顶种花兼种草，搁曝衫。台北市中山区某一栋大楼姓陈的管理人员和住户投诉讲是台湾版的假生上流，因为伊住伫楼尾顶塌起的铁厝无纳厝税，搁甲住户收管理费，搁伫楼梯蹲真侪物件。之前有发生过高雄城中城的那个幽灵管委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住户也会很担心，就说我们是不是缴了钱，然后但是都得不到该有的一些权利。住户嘛投诉讲，进前水管破去，这个管理员无找正式水电人员来修理，干来用按摩头补一个尔，会感觉真无安全，讲袂输是住伫鬼仔厝。引起争议的就是位在中山商圈的这栋大厦，这里住商混合，可以看到1楼有非常多的商家。那我们实际询问了住在附近的住户，许多人都说对这件事情时有耳闻，但都不愿意多做评论。去年大楼成立管委会，想要甲姓陈的管理员交接，不过呢，伊各讲伪造文书，因为姓陈的管理员坚持伊本身才是真正的主委。30年这边都是他在管理，他现在拒绝交出这个管理权，他也跟我们的管理委员会金财神大厦管理委员会跟我们陈龙硕主委在对抗。记者实际去找这个姓陈的管理员，伊无想要接受访问，讲伊本身已经住买30栋啊，一直拢有纳厝税，若相关的争议就等法官去裁定。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